其實咧，我最初係3歲幾開始第一次接觸粵劇呢一樣嘅東西嘅，試過親身去一個劇場度睇一個真係現場嘅演出。咁當時睇嘅嗰位文武生咧，已經係即係我後來嘅師傅啦，就係李龍先生啦咁樣。咁啊到後期我媽媽就去搞一個粵劇團咁樣，咁然後我就自告奮勇去話，我都想做喎咁樣。咁啊所以4歲嘅時候就造就咗呢第一次嘅演出機會啦。其實我由細到大咧，啲人成日問我點解咩崗位都要做嘅，我嘅答案係因為好奇同埋貪玩。無論你做邊一個崗位都好啦，你對其他嘅崗位都係有幫助嘅。點解呢？例如我去學做一個舞台監督，但係我當我正職都係一個演員。咁其實你作為一個演員，你知道舞台監督其實有咩工作嘅時候呢，喺大家工作上呢係磨合會好好多嘅。當你其實每個崗位都涉獵過，你就會理解到我哋大家係有啲乜嘢難處呢，或者我哋可以點樣互相去幫忙解決呢。咁到後期開始做自己嘅創作就更加啦，因為你好多時好多天花龍鳳嘅想法，但係你現實上係做唔做到，咁你就係靠你過往嘅經驗去到判斷到，甚至乎將呢一啲嘅限制有冇得再推進，我哋再試多少少嘢呢，都係靠過往嘅經驗去做。其實我好喜歡同唔同藝術界別嘅朋友去合作嘅，讓更加多人去到認識到，粵劇原來有好多可能性，未必係真係大家可能好刻板嘅印象啦。咁亦都希望可能透過呢一啲唔同類型嘅一啲合作演出呢，將粵劇希望再普及化，令到佢喺普羅大眾心目中，佢起碼出現咗先，建立到或者提醒返我哋其實粵劇係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個藝術嚟嘅。咁我都好希望可以帶到呢一個信息，宣揚到去俾世界各地嘅朋友。